Hello， 大家好。大家好。係啊，到咗我哋心思小劇場嘅系列啊，新系列嚟嘅。又到了我們心思小劇場的系列，是一個新的系列。今日咧我就負責第一講啊。今天我負責第一講。咁我講係講我跟我最醒。我講嘅題目是我跟我最醒。我最醒係啦，我最醒。點解會咁樣講呢？今日我會真情同大家剖白。為什麼我會這樣講呢？我今天呢要跟大家真情的剖薄。我點樣呢？以前係由唔跟。我怎麼樣？從以前我是不跟。係覺得哇神啊好難喎。我會覺得神啊好難啊。好難去跟從㗎喎。好難去跟從。即係好 holy 喎呢樣嘢。這是很神性的。但係慢慢我又點樣去到跟從神？但是慢慢呢，我又跟從神了。我嘅生路歷程。我的心路歷程。我點樣去剖白？我怎樣去剖白？亦都係真係有血有淚第一次嘅真係。但是有血有淚的。無論喺舞堂喺台南翻到嚟香港奇妙。無論是在舞堂在台南回來香港奇妙。係啊，呢個真係我嘅人生歷程，好想同大家 share 分享。我這個人生歷程，我很想跟大家分享。係啊，因為大家有冇諗過，其實成為咗基督徒，我哋一齊嚟到教會嘅裏邊。有沒有想過成為基督徒，我們一起來到教會裡面？我哋有神就諸事順利啦。我們有神呢，我就係咪呢？係咪就係咁簡單呢？是不是這樣簡單呢？係咪我哋行出街永遠都我係基督徒啊，好靚啊個太陽。是不是我是基督徒，我走出街上，這個太陽特別漂亮呢？世界實在太美麗啦！世界都那麼美麗了嗎？每件事都好如意㗎。每一件事都很如意呢？但係我哋當然啦，我哋係人嚟㗎嘛，我哋落返地先。但是當然我們是人，我們下來地面。係啊，我哋都會有唔如意嘅時候㗎喎。我們有不如意的時候。但係點解神又容許呢啲唔如意出現喺我哋嘅生命上邊呢？那為什麼神會容許這些不如意的事出現在我們生命裡面呢？係咯，神唔係最大嗰一位、最愛我嗰一位咩？神不是最大的那一位、最愛我的那一位嗎？點解要我受呢啲咁樣嘅苦難？為什麼要我受這些苦難呢？係啊，仲要咁多嘅心思戰場，還有那麼多的心思戰場，似是而非，似是而非，好似咧想咧引誘我唔知去邊度咁樣，好像引誘我不知道要去哪裡，就好似你而家見到我企喺度，就好像你看到我今天站在這裡，同大家分享，和大家分享，成日都同大家分享見證我有個好好嘅家庭，常常跟大家分享見證，我有個好靚嘅老婆，我有很漂亮的老婆，我有兩個好可愛嘅仔，我有兩個很可愛的兒子，係咪就係咁快樂咁幸福呢？是不是就這樣快樂幸福呢？係咪就係好似王子與公主咁樣就一齊結婚啊？哈哈！是不是好像王子公主一起結婚？人生勝利組啊！人生勝利組呢？我哋去下經文先。我們先看經文。今日咧嘅經文就係撒母耳記上15章。今天的經文是撒母耳記上15章22同埋23節嘅。22、23節。我哋一齊去讀啊！一起讀。撒母耳說：耶和華喜悅燔祭和平安祭，喜悅人聽從他的話呢？聽命勝於獻祭，順從勝於公羊的脂油。悖逆的罪與行邪術的罪相等，頑梗的罪與拜虛神和偶像的罪相同。你既厭棄耶和華的命令，耶和華也厭棄你作王。係啊，我用咗好多紅色嘅字咧，去 mark 低呢啲聽從啊、聽命啊、順從。這些很多紅色嘅字，就是聽從、順從、聽命。亦都有23節嘅忤逆啊、行邪術啊、頑梗啊、拜虛神和偶像。也有叛逆、行邪術、頑梗、拜虛神和偶像。好，我哋嚟個禱告先，大家低頭啊，我為大家禱告。好，我們先禱告。好，主耶穌，我求你真係與我哋同在。主耶穌，我求你跟我們同在。我哋都活喺呢個世界嘅上邊。我們活在這個世界的上面。好多似是而非嘅時候。好多像是而非的時候。心思戰場。
心思戰場，不停攪擾我哋嘅心。不停地搞動我們的心。主啊，求你幫助我哋。主啊，求你幫助我們。求你嘅聖靈咧充滿我哋。求你的聖靈來充滿我，讓到我哋咧能夠咧走喺你嘅道路真理上邊。讓我們可以走在你的道路真理上面。保守我哋嘅耳朵，保守我們的耳朵，保守我哋嘅眼光，保守我們的眼目，都能夠常常看見你嘅愛，都能常常看到你的愛。多謝神，謝謝神。聽孩子嘅禱告，奉靠主耶穌基督得勝名求，聽孩子的禱告，奉主耶穌基督名，阿們。係啊，我講下呢個經文背景先。好，我們先講那個經文背景。點解會撒母耳同其實佢嘅對象係同掃羅講啊？撒母耳是跟掃羅說。係啊，嗰陣時咧，神就吩咐，咁就同撒母耳係先知嚟嘅。那撒母耳是先知，神就吩咐他。咁透過撒母耳先知就同掃羅講。透過先知撒母耳跟掃羅說。你同我消滅咗嗰啲亞瑪力人啦！你跟我你幫我消滅那個亞瑪力人。因為呢個亞瑪力人呢，成日威脅住以色列人啊！因為這個亞瑪力人呢，很常威脅以色列人。神其實咧好好，就想叫掃羅王去解決佢哋。神其實很好，就想叫掃羅王去解決他們。呢啲亞瑪力人呢，喺聖經裏邊咧係好似游擊部隊同埋恐怖分子咁樣噶。這些亞瑪力人在聖經裡面就好像恐怖分子、游擊隊。因為嗰陣時咧，以色列人咧已經去到佢哋嘅應許之地啦。因為那時候以色列人已經到了他們的應許之地。咁呢啲亞瑪力人咧就不停喺度搞事喎。但是這些亞瑪力人呢就不停搞事。咁咧神就叫掃羅王當其時嘅亦都係以色列第一個嘅王啊。那神就叫掃羅王，就是當時的以色列第一個王，想剷除佢哋，想把他們剷除。但係咧，最後掃羅王冇聽啊，竟然。但是掃羅王最後沒有聽，佢咧竟然留翻係亞瑪力嘅王啦，同埋嗰啲咧擄物牛羊。他竟然留下了亞瑪力王跟那些擄物牛羊。佢就覺得啊，佢要憐憫呢個亞瑪力王。他就覺得他要憐憫這個亞瑪力王。跟住當其時嘅先知撒母耳就同掃羅王講啦。但是先知撒母耳就跟掃羅說：你咁樣做㗎？你為什麼要這樣做？你咁樣係違反神嘅命令喎。你這是違反神的命令。係啊，但係撒母耳冇聽啊。但是掃羅就沒有聽。但係掃羅冇聽。對，掃羅就沒有聽。好好啊，咁佢咧就不停用藉口去解釋。他就不停地用借口就解釋。跟住咧，撒母耳就同佢講經文上面嘅對話。撒母耳就說了這些經文上的對話。其實咧係神透過撒母耳同掃羅王講嘅。其實是神透過撒母耳跟掃羅說。跟住掃羅王聽到佢就不停拉住撒母耳，我唔係忤逆還梗啊！掃羅王聽到他就拉着撒母耳說：我不是還梗叛逆啊！你幫我同神講啦！你幫我跟神說。因為我冇留意第23節最尾嗰句啊。留意第23節最後的那一句。神已經厭棄掃羅王作王啦。神已經厭棄掃羅王作王了。佢覺得你根本就唔聽嘅。神覺得你根本就不聽。呢個餐市呢個機會我唔再俾你啦。這個機會我不再給你了。就係咁樣，掃羅王就一路走下坡。就是這樣，掃羅王就走下坡。係啦，個故事就係發生到咁樣。這個故事就是發生到這樣。係啦，呢個就係個經文背景。這是經文的背景。係啊，我嗰啲紅色嘅字，例如忤逆，紅色嘅字，例如叛逆。忤逆嘅罪啊，應該話叛逆的罪就與行邪術嘅罪相等。與行邪術的罪相等。橫梗嘅罪。環梗的罪就同拜虛神偶像嘅罪相等喎。與拜虛神和偶像的罪相同。大家有冇留意到其實，我唔聽啫嘛，點解會去到咁樣嘅咧？你有沒有留意？我只是不聽，為什麼會走到這樣呢？竟然我哋唔聽，就會喺神嘅眼中係同你行邪術係同等喎。在神的眼中，我們不聽，你個心，你個心硬，就是你的心硬。你成日啊，例如你聽到啲説話，你覺得我就係聽唔入耳啊，我仲要堅持己見嘅呢個橫緊啊。我們很常聽到有些話語，我們就是不聽，堅持己見。原來就同拜偶像啊、拜虛神
係相同嘅喎個罪。這樣的環境其實是跟拜偶像、拜虛神的罪是一樣的。係啊，大家有冇諗過呢？你們有沒有想過？我其實有查過忤逆、叛逆。我其實有查過叛逆呢個字其實係解釋係唔成熟啦、驕傲啦同埋自大嘅喎。這個字是解析是驕傲自大。好啊，我講翻我自己先啦，不如。好，那我先講一下我自己。其實咧，我自己都成日都特別係去到而家好啲啦。其實我到現在已經好一點了。我以前都好叛逆啊，因為我以前有玩樂隊啊，同埋我細個嘅背景啊。我小時候我的背景還有我玩樂隊，我是很叛逆的。我再講下我細個嘅背景，其實我細個嘅時候，我係同我婆婆、我外婆一齊住嘅。我小時候我其實是跟我的外婆一起住。係啊，我爸爸媽媽因為咧佢哋要工作啦，要拼命咁樣去揾錢。我爸媽因為要工作，他們拼命地賺錢。咁佢就交低咗喺我就交低咗喺我婆婆公公嘅屋企裏邊住。就把我交在婆婆公公的家裡住。咁我細個咧成日都俾佢哋好寵啊，即係好寵愛啊。那我就被他們寵愛。我可以形容為要風得風，要雨得雨喺屋企。我可以形容就是要風得風，要雨得雨。所以咧，我造成一個就係我細個咧成日都我要咩，人哋就會即係我阿公阿婆啊，或者我4個舅父咧都會滿足我。所以呢，我小時候我要什麼呢？我的4個舅舅跟我的婆婆公公都會給我。造成我有一個咧就係我要風得風，要雨不得雨。做成一個我要風得風，要雨得雨的人。我其實就唔習慣聽人哋講 no 啊，唔好啊。我就不習慣聽別人說不可以，或者我需要嘅嘢冇啊，我就覺得哇，點解冇啊？或者有我需要的東西，為什麼會沒有呢？再加上咧，我係咯，我咁樣嘅性格，讀書就一定。即係又唔係一定嘅，我讀書亦都唔好咯。再加上我讀書也不好。再加上我玩樂隊、玩 band， 即係最表現到我自己嘅個性就係反叛咯。再加上我就去玩樂隊，我就能表現我的個性是很反叛的。嗱，我喺呢度重申，其實唔一定玩 band 就係反叛嘅嗰啲人。我重新不一定。玩樂隊就是反叛的人，但係我係屬於反叛嗰一類咯。但我就是屬於反叛的人。係啊，我會覺得我就係我做我嘅創作，我就覺得我會好驕傲。我就覺得我做我的創作，我就很驕傲。我做嘅嘢好犀利，我做的事情是很厲害的。係啊，其實亦都源自於我其實有啲自卑嘅底啊。也是源自於我有些自卑的底。我亦都好多嘅偶包，我有很多的偶像包袱。我越被人認識嘅時候，我亦越多呢啲咁樣嘅偶像包袱。我越被人認識嘅時候，我就越多這個包袱。呢個偶像包袱其實就係我喺度即係預備呢個講章嘅時候，我就不停翻屋，其實就係驚咯。這個偶包呢，我在預備這個講章嘅時候，我就發現其實是害怕。其實我驚啲乜嘢呢？那我害怕什麼呢？我驚俾人笑咯。我是怕被人笑。我驚尷尬咯。我怕尷尬。係啊，咁我亦都同啲隊友其實好多嘅拗撬。那我也跟我的隊友很多的吵架。因為佢講哇咁樣，我就會咁樣嘅意見好唔好啊？高峰。因為他們說這樣的意見好不好啊？高峰，我就通常話有好好咩咁？我就通常說這樣好嗎？我覺得唔係太好喎。我覺得不好喎。即係我會好習慣係好直接。就我習慣會很直接。我覺得咁樣先夠真啊。這樣才是真。但係其實好難頂。但其實這樣是很難頂。係啊，同我喺度預備講章嘅時候，我喺度回想，其實同我一齊去合作係好難頂。我在預備講章嘅時候，其實我回想跟我一起合作的人跟我合作其實是很難相處的。雖然同我一齊好好玩，
雖然跟我一起是很好玩的，但係同我認真工作嘅時候，認真一齊去做嘢嘅時候，但跟我認真工作的時候，跟我一起我覺得做事我以前嘅隊友會好難去遷就我咯。其實我以前的隊友是很難遷就我的。係啊，我去到教會嘅時候，我來到教會的時候，咁咧我就想拍拖啦。那我來到教會，我就想談戀愛。咁我開始亦都見到我心儀嘅對象，我也看到我心儀的對象，但係我好快就對呢個女仔有好感喎。我很快就對這個女生有好感，但係我亦都好快同人哋去表白。那我就很快跟她表白。雖然嗰陣時我都有被牧養，雖然那時候我有被牧養，但係因為我習慣咗就係好直接。但我是習慣了很直接。其實我預備呢個講道嘅時候，咁啱適逢，我亦都邀請咗我嘅組長去拍咗一段影片。剛好我嘅前組長，剛好我預備這個講道的時候，我也邀請了我前組長去拍攝一個短片。係啊，大家一齊睇一睇片先。我們先看片。Hi，hello。聽講咧，你係高峰以前嘅前組長喎。係，冇錯。嚇，你識咗佢幾耐啊？起碼10年。哇！起碼10年。佢喺感情路上邊咧，有啲碰釘嘅位喎。當然啦。咁係啦，聽講係同 A 小姐有啲嘅發展，咁唔知嗰件事可唔可以你又講下咧？可以嘅，冇問題啊，絕對可以啊。咁係即係佢係嗰陣時喜歡咗一個女孩子啦，咁就有同我講嘅，一開始都有同我講，咁我你觀察下先咯，認識下先咯。我話都 OK 嘅，冇問題嘅，即係因為都係嗰句咯，即係我覺得。一個未嫁，一個未娶，咁你自由認識，我亦都唔會阻住咁樣。咁就我話不過你即係你要諗，即係你諗清楚係咪啱你啦咁。咁我就俾咗一個忠告佢啦。咁我俾咗忠告佢。咁然之後去到嗰個位置嘅時候，講過咗大概2個禮拜咋，2個禮拜就同我講，我同佢講咗，我中意佢啦，表白咗啦。嚇！你唔係認識緊咩？唔係啊，講咗啦咁啊，咁都冇辦法啦，即係你都已經講咗啦，咁嗰下我嘅感覺係覺得無奈嘅，咁即係我覺得你可以同我傾下，再傾下，即係或者有啲乜嘢你我嘅 concern 你係可以聽一聽咁嘅，我唔會阻止你哋，但係我係覺得太過即係好符合佢人物性格啦，衝動，即係咁。嗰下無奈之下，但係我都覺得我亦都唔係話想佢哋唔一齊，即係我覺得咁 OK 啊，一齊就試下咯。試下啦，你試下一齊啦咁。其實過程裡面都幫佢哋好多嘅，即係我同我老婆都幫佢哋好多嘅。係啊，咁樣咯。咁所以就係咁。咁但係到最後當然係散咗啦。係散咗咁啊。咁佢哋散咗，你有咩感覺啊？散咗咩感覺？咁我係覺得即係我其實我都極力幫佢哋，即係我都想你如果你可以咪繼續咯，極力想幫翻佢哋可以溝通啦一齊，但係後尾佢哋話唔得，咁我都覺得OK，咁都係你嘅選擇咯，即係我覺得都係你嘅選擇。咁我自己嘅感覺係我係覺得有機會可以再牧養呢個人啊，係啊，即係我就咁咪。因為真係咁，我哋做組長真係覺得佢覺得自己做得唔好或者闖咗禍之後，其實正係我可以包佢嘅時候，即係同埋我好記得佢同我講嘅，即係佢嗰陣時佢即係分手嘅時候同我講，佢話組長，我真係知道你嗰陣時同我講諗清楚點解咯，係啊，諗清係咯，諗清楚咯，係啦咁，係啦。我當其時嘅組長就係咯，講得好清楚，我嗰陣時嘅發生嘅經過啦。咁其實我再去回想，其實我嗰陣時真係好多心思嘅戰場。那我回想，那我當時候是很多的心思戰場。係啊，我其實有一個 PPT 嘅，我已經設定咗一啲問題啦。然後我有一個 PPT，後邊有一個，如果你是我，
當耀基叫你睇定啲先，你裏邊會有什麼小劇場出現呢？那如果你是我，當我組長叫你想清楚，你有什麼小劇場呢 A 點啊？好煩啊 ？A， 哎，你真的很煩。 ！B 你真係完全明我咩？ B， 你明白嗎？你真的明白我係咪啊嗎？我演繹下先，好過你齋睇文字。C 我好想拍拖喎，你唔好阻住我啊！ C， 我很想談戀愛，你不要阻住我。 D 你老幾啊？點樣教我做嘢？ D， 你是誰啊？好過分啊你教我做事。 E 其他你哋可以諗，我亦都即係我想設定呢個問題。那我想設定這個問題啊，真係好想喺呢個心思小劇場嘅系列裏邊，在這個心思小劇場的裡你面，哋用你嘅思想，你用你嘅心思去諗下，你用你的思想，你會去想一下，大家 into 下落我嘅生命路。大家進去我的生命裡面去想，當其時你做我，如果你是當時的我，係啊，你而家當然會高峰，我梗唔會咁啦。你現在可能你就會說高峰，我肯定不會這樣。係啊，即係係啊，我好赤露敞開同大家去分享啊。但是我真的很敞開去跟大家分享。係啊，因為我覺得係啊，前組長耀基前組長耀基真係好用心、好用愛去包我，很用心、很用愛去包容我。去到我今時今日，到了今天，可以站喺個台度去咁赤露敞開同大家去分享。今天我能站在台上赤露敞開的跟大家分享，其實真係好感恩嘅。其實真的很感恩。係啊，所以可以去到努力跟 get set launch。好，我們到第二點，努力 get set launch。係啊，我嗰陣時被佢嘅愛去包圍嘅時候，我當時被他的愛包圍的時候，我覺得我唔可以再係咁樣啦。我就覺得我不能再這樣了。我真係喺度諗緊，我點解會咁樣去做呢？我在想，為什麼我會這樣做？我其實不停去反思再反思，我不停地反省，但係冇用啊！自己一個諗，但是自己想的沒有用的。心思劇場就好似頭先嗰啲問題咁樣，心思的劇場就好像剛剛的問題一樣，不停喺度搞，不停喺度搞，不停地想，不停地想。其實我都可以繼續去選擇啊！我不如繼續躺平啦，繼續選翻啊！我好急躁嘅，我就係咁硬噶啦。我其實可以選擇，我繼續躺平，我就是這樣的硬，這樣的直接的。即係好似頭先個經文掃羅王一樣㗎。就好像經文的掃羅王一樣。撒母耳同佢講：撒母耳跟他說：喂，你咁樣做其實唔啱喎。誒，你這樣做其實是不對的。掃羅王直頭掹住撒母耳嘅衫尾。掃羅王其實是扯着撒母耳的衣服。我哋獻祭俾神咪得咯。我們獻祭給神就行啦。得㗎啦。可以的。係啊，我睇到聖經，好似個畫面就出嚟，得㗎啦。我看到聖經，我的畫面就出來了，可以的。你唔好煩我啦。你不要煩我。就係咁樣。就是這樣。你生命個王去咗邊呢？你生命的王是誰呢？所以我唔想係繼續喺呢個循環嘅裏邊。我不想繼續在這個循環裡面。我好想我嚟到教會。我想來到教會。我仲記得嗰陣時，我已經血癌被神醫翻好噶啦。我記得我那時候是血癌已經被神醫好了。係啊，我係好想繼續努力去跟從噶。我很想努力去繼續跟從。仇敵就係咁樣想再一腳踩我。仇敵就想一腳的踩下去。高峰，你想上嚟啊？你想變好啊？高峰，你想變好嗎？你想上來嗎？係啊，我可以繼續自憐自卑噶。我其實是可以自憐自卑。咩自憐自卑啊？什麼是自憐自卑？你都唔明白我。你都不明白我。係啊，你都唔係我。你又不是我。係啊，可以用呢啲咁樣嘅處境去設定嘅。可以用這些處境去設定。係啊，其實。我喺呢個愛嘅氛圍嘅裏邊，其實我在這個愛的氛圍裡面，我已經有一個選擇。我有一個選擇，我就係覺得呢啲咁樣嘅心思戰場好亂啊個心。我就覺得這些心思戰場很亂，我的心。我選擇被牧養，我選擇被牧養。我選擇被前組長耀基嘅愛去包圍我。我選擇被前組長的愛耀基去包圍我。所以我哋繼續睇
下一段好，我片。們看第二段片。咁你覺得佢喺經歷過依件事之後，佢有冇成長到啊？有，咁梗係一定有啊，係啊，一個我覺得佢呢個踩咗個釘，碰咗個釘，咁佢下一段嘅感情，佢真係好 step by step，即係佢每一個 step 都同我哋講，即係每一個 step， 哇咁樣做好唔好？咁我哋俾意見佢，佢又好 follow 住成件事，咁我覺得係佢真係學識咗咯，亦都係因為之前嘅事情建立咗一個愛與信任，即係所以佢覺得阿組長同我講嘅嘢，或許我好想做，但係我都會唔會諗下組長同我講咩先呢？咁佢就真係勒住自己有啲咁佢即係下一段感情即係當然而家嘅迎恩啦，係咪？咁啊，即係佢係我知道佢有啲位佢係特登勒住自己嘅。即係佢唔衝去嗰條線嗰度，勒住自己一步一步咁樣行。咁當然我哋都係好祝福嘅，係咁佢哋。咁當然佢哋過後都有好多嘢要我哋去幫手。咁但係我覺得喺一個好嘅開頭，佢一路落去嘅時候就佢自己都有信心啲咯。係啊，即係如果唔係都會好奇怪嘅。即係組長即係同組長好似有個嫌隙。同我哋屬靈父親有個嫌隙之後，你嗰段感情有啲阻礙嘅時候，你都咁諗，究竟我揾唔揾我嘅屬靈權柄好咧？咁樣。咁但係佢後面即係佢同盈恩嘅感情，真係佢乜嘢都同我哋講。係啊，即係就算佢到最後去咗台灣，佢有啲咩唔得，佢都會打電話翻嚟，組長我可唔可以求救啊？得，我哋真係同佢試過幾次，同佢傾到1、2點，同佢哋兩夫妻。咁我覺得係真係佢嘅改變帶嚟嘅一個佢自己嘅生命。係啊，咁。所以呢個改變咧，讓佢修成正果。冇錯。其實我喺呢度真係好多謝我嘅前組長耀基。我在這裡真的很感謝我的前組長耀基。佢真係用生命去牧養我，用愛去牧養我。他真的用生命用愛去牧養我。係啊，佢俾我睇到牧養唔係就係即係呢一個階段咁樣咯。他讓我看見牧養不是這個階段而已。佢喺我嗰陣時，我同盈恩認識嘅時候，他讓我在那時候跟盈恩相識的時候，同佢認識到註冊結婚，跟他認識到結婚，我嘅前組長都同我一齊，我的前組長都跟我一起，係啊，佢係好支持我哋，他是很支持我們。到我哋去到台灣夫妻有問題嘅時候，到我們去到台灣夫妻有問題的時候，我都好多時佢會揾我嘅前組長。我很多時候我也找我的前組長。我喺呢度好感謝佢，我在這裡很感謝他咁樣去牧養我，這樣的牧養我。其實呢個努力跟從嘅呢個位，這個努力跟從的這個位，真係好需要我哋去選擇，是很需要我們去選擇。即係我企喺台上邊，唔係話你哋一定要跟啊！我站在台上，我不是說你們一定要跟。我覺得神都唔係咁樣嘅意思㗎。我覺得神也不是這個意思。神就係好想我哋有一個選擇。神想我們要有一個選擇。神亦都好想掃羅王去選擇。神很想掃羅王去選擇認罪悔改，認罪悔改，就好似大衛一樣，就好像大衛一樣。我相信神係咁樣，我相信神是這樣，係愛我哋嘅神，是愛我們的神。其實我哋喺教會被牧養，我們在教會被牧養，其實我哋就係一個選擇，我們是一個選擇。我哋要唔要選擇喺呢個愛與信任嘅關係裏邊啦？我們是選擇在這個愛與信任的關係裡面，定係喺我哋嘅心思小劇場裏邊不停喺度轉圈啦？還是讓我們的心思小劇場不停地轉圈？係啊，大家其實遇到問題嘅時候，那我們在遇到問題的時候，你今日聽完呢場道，你今天聽完這場道，你聽完高峰哥哥嘅分享，你聽完高峰哥哥的分享，我相信神一定會感動你哋。
我相信神一定會感動你。如果你哋遇到有問題嘅時候，當你們遇到問題的時候，都可以揾你哋嘅權柄，都可以找你們的權柄，你哋嘅組長，你們的組長去一齊去計劃，一齊去解決，去一起去面對，一起去解決。我都好希望你哋可以就係喺愛與信任裏邊去行呢一條路。我很希望你們在愛與信任的路上去走。我哋咧一齊用一首詩歌，我們一起詩歌去敬拜回應我哋嘅神。去敬拜回應神。